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老17呢？正要见他。在房里。皇上，请回吧。为什么？王爷身患瘟疫，皇上万金之躯进去了，万一被传染怎么办？朕不怕，你们也不必害怕。快走啊！关门。这。皇上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无需多虑。皇上是来探病的吗？是啊，你是朕的兄弟，你得了病，朕心里也很难过。听说城里已经没有奎宁了，那你怎么办？皇上，这里已经有1块了。既然你已经有了，朕就不操心。改日过来看你。恭送皇上。老17，你这柜子，朕不曾见过，雕工看上去还不错。是朕看走眼了，仔细一看，也不过如此。这个留给你，好自为之。恭送皇上。莲儿，看来我们被人陷害了。没事的，皇上会明白的。皇上，要不要传膳？滚！都给朕滚！这。皇上，那我是不是也都跪了1天了？这膝盖都跪紫了。求皇上开恩，求皇上开恩！你为什么要告诉朕这些？你到底有什么居心？朕宁可什么都不知道，朕宁可被骗一辈子，你懂不懂？皇上，不是我要告诉皇上的，是皇上把我抓回来的。起来说话。你是不是喜欢朕？我说实话。皇上身为万民的表率，当奴婢的当然……那你想不想做朕的妃子呢？朕不喜欢吞吞吐吐，就一句，你想还是不想？我想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是咸福宫的玉贵人。
莲儿，你知道你伤朕伤得有多深吗？你知道背叛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吗？朕也要让你尝尝，朕也要让你尝尝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参见熹妃娘娘。玉树，快起来！莲儿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听了以后，可别怪我。什么事啊？皇上临幸我了，皇上封我为咸福宫的玉贵人。什么？我也没办法，你知道，他是皇上啊。什么叫没办法呀？你分明就是有意为之嘛！娘娘，我说过多少回，你要防着这个人。玉树，跪下！区区的一个奴才，你也敢污蔑贵人？防什么？说，防什么？玉树，莲儿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，那我就先回宫了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还是好姐妹。看来皇上真的是误会我了。苏公公，马上去养心殿。参见熹妃娘娘。本宫要见皇上，麻烦公公通传一声。很抱歉，娘娘，皇上已经吩咐了，近日有很多奏折要批，谁也不见。这样，娘娘，要不我们过几日再来看看？不要。娘娘，臣妾参见皇上。你来干什么？皇上，臣妾听养心殿的公公说，皇上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。臣妾啊，带了这个过来给皇上开开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个小火炉，可以在上面烤烤肉，烤些蔬菜。皇上，你只管坐着，臣妾弄给皇上吃。皇上，这是臣妾一番心意，皇上就过来坐坐嘛。皇上，你看看想吃些什么肉啊？多年前有人弄过，不知道你弄得怎么样。那皇上吃过以后就知道了。来，坐。哎呀！你没事吧？臣妾没事。哎呀，这……算了算了，也许是天意。臣妾真是不小心，这个东西对皇上很重要吧？没事。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那本宫也得谢谢李大人才是。李卫能为娘娘效劳，肝脑涂地，
死不足惜。哟，说的可真好听啊！本宫知道，你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本宫心里清楚。其实为什么不重要，结果不都是一样的吗？娘娘为何要诸多计较？也是啊。不过本宫一向说话算话，这个就还给你。以后我们自当花没开过，人没见过，全当不认识。娘娘以为后宫的争斗就此结束了吗？是，眼下是娘娘赢了，可是这熹妃娘娘不是还在吗？这保不齐哪一天皇上突然开心了，又想回去了。哪怕就算不回去，花无百日红，有那么多的新人进后宫，娘娘就不怕熹妃娘娘的今天就是娘娘的明天吗？要想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，就必须强强联手。李卫在朝堂中需要娘娘的帮助，娘娘在后宫里也需要李卫的照应。所以我们两个为什么不强强联手，各取所需呢？有需要，本宫自会找你。慎郡王，春风楼。枉我这么相信你，你居然敢害我！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不明白是吧？李大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就奇怪了，那天好端端的，偏偏要换房间，原来是想套取我的机密，置我于死地是吧？牡丹呀牡丹，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要这么恨我。唯一的理由就是，哼，你不是你，而是那个早该死掉的人。李大人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跑到我这儿来撒气啊？那天我让换房间，是因为百合说她的房间比较安静，希望我能给她机会伺候你们两个。至于李大人有什么秘密，又有什么该死的人，牡丹听不懂，也没有兴趣。你还敢狡辩是吧？我没有狡辩，清者自清。如果我要置你于死地，我何必约你去码头私奔呢？这段日子我对你怎么样，你自己心里知道。如果你真的要杀了我，那你就杀吧。不过你不要后悔。真的不是你？信不信有你？如果不是他，那就只有慎郡王一个人。看来他已经秘密注意我很久了。各位大人早！慎郡王，早啊！收起你那副嘴脸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若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我怕你很快就笑不出来了。我这笑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，慎郡王不让我笑，这好像不太合理啊。倒是王爷自己一会儿笑不笑得出来，还不知道呢。你什么意思？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今日有何事啊？
启禀皇上，大事没有，小事倒是有一桩。你且说来。回皇上的话，自古以来宗室配婚都是头等大事，以免血统混淆。如今，臣听闻慎郡王欲娶青楼女子为妻，这不但有辱宗室，而且使得皇家颜面扫地，请皇上加以制止，以正视听。胡说李卫，我还没有说你贪赃枉法，你先参起我来了是吧？看我不揍你！皇上您看，放肆！老十九，皇上您看，慎郡王当着皇上的面就敢对下官粗口相向，动手动脚，这朝廷之上还有什么王法？皇上，李卫贪赃枉法，伙同手下卖官求财，结果被我发现了，所以他故意来诬告我的。皇上，这实在是冤枉啊！慎郡王说话可要有理有据。哼，证据我已经呈给皇上，请皇上明察。老十九，朕并没有收到你所谓的证据。啊？这怎么可能？皇上，是一封信啊，我连奏折一块呈给皇上了。慎郡王，你的意思是皇上在包庇下官了？住嘴！皇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就好，但你敢承认你没有说过要娶百合姑娘为妻吗？是啊，我是喜欢她，我想娶她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啊。皇上明鉴，慎郡王欲娶青楼女子一事被臣当面戳穿，所以他心存怨愤，给臣加了一个买官卖官的帽子，臣实在是冤枉啊！臣不是挑拨离间，也不是干涉皇家私事，只是此事关乎皇家的血统和声誉，请皇上裁决。宗亲娶妻，向来都是由朕指派的，怎么能随便想娶谁就娶谁呢？更何况是个青楼女子。老十九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俗话说，养不教，父之过。皇阿玛不在了，朕这个兄长就替皇阿玛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来人呐，把郡王爷送去阿哥所好好读书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许他出来。皇上听臣弟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皇上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皇上听我解释，皇上。娘娘，该用膳了。本宫不想吃，你让他们拿下去吧。娘娘，您还在想那件事啊？这事儿太奇怪了，本来没有人知道我要回去省亲的，可是有人偏偏给蓉儿写了一封信，让我去看王爷。这分明就是布的一个局。可布这个局的人是谁呢？谁收益大就是谁呗。你是说玉树？不可能，他跟我解释过了，他要去给我送奎宁，是皇上抓到他的。娘娘，您太善良了，奎宁一早就放在盒子里了，怎么会没拿走呢？这么说，玉树想要得到皇上的宠爱，所以设计陷害我，说我和王爷有染。可是他在深宫，他怎么把信送出去的呢？娘娘忘了吗？奴才送奎宁出去的时候，谁在门口？李卫在门口。你的意思是他们相互勾结？不可能，玉树不会这样的。娘娘倘若不信，我们试他们一试如何？是。怎么是？哎呦，李大人，您来了！我这真是蓬荜生辉呀，奴才给您请安了。这苏公公诚意相邀，究竟所谓何事啊？哎呀，大家都是老交情了。来，走。哎，因为您来呀，特意为您沏了一壶新龙井，来给您尝尝。哎呦，您瞧瞧，这几天啊，这觉没有睡好，手哆嗦。连茶杯都端不稳，哎呀，没事吧？没烫着吧？啊，没事。来人呐！来，把李大人的衣服拿出去晾一下啊！这，哎呀，啊，好了。苏公公最近睡不好觉，
所谓何事啊？还不是为了熹妃娘娘的事儿吗？你说我兢兢业业的这么久，还不是为了这一天吗？啊！结果这储秀宫总管的位子我还没坐热乎，皇上的心就飘走了。他飘走了，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不早就提醒过你吗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你不听我的话，现在惨了吧？哎呀，是啊，我这不特地邀您来，我好给您赔罪的吗？李大人，我知道您赚钱的门路多，我这儿呢有点积蓄。哎呀，您要不给帮衬着？您看，那就帮衬一下。哎，帮衬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慢点。哎，李大人，这不是李卫吗？慢点。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刚才那个不是李卫李大人吗？他怎么了？听说是在苏培盛苏公公屋里喝茶，突然疾病发作，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那应该往家里送啊，怎么往宫里送？我听说啊，他想在临死之前见皇上一面，说是有个重要的秘密要跟皇上说，所以苏公公安排他在清安殿等候皇上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本宫要进去进香。是。李卫，李卫，果真是你。莲儿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参见熹妃娘娘。我有哪里对不住你吗？没有啊，你一向对我都很好啊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没有。那你的奎宁从哪里来的？太医院啊，太医院给我的。太医院根本就没有寄到。我问你，奎宁就是你放在盒子里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假惺惺的给我送过来？还有，李卫生病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说不出来了？那我来替你说。你早就想接近皇上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。你和李卫串通好，可是你又怕李卫把你给出卖了，所以你来了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当着列祖列宗的面说你从来都没有做过，你说呀？是啊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你对我很好啊？你还不是把嚼剩下的、吃不了的给我？我喜欢皇上，我想让你给我个机会，你呢？你又做了什么？深宫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我想让你嫁得好，才让皇上给你选婿。你不说这个还好，一说这个我就更来气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你就可以配95至尊的皇上，我却要配那些纨绔子弟？经此一虑，你应该明白，我也许比你更适合待在这深宫里，不是吗？原来你这么想，我居然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我实在是太傻了。那你害我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害王爷？你知不知道会出人命的？我顾得了那么多吗，熹妃娘娘？我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尽快得到皇上的心。你笑什么呀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还好皇上躲在了帘子的背后，听到了这些话，要不然
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皇上，皇上，你听臣妾解释啊！你骗我，你居然敢骗我！后宫的心机我不是不会玩，只是我不想玩。如果我真的把皇上叫过来，恐怕你现在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说的真好听，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好。其实啊，你也不敢叫皇上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跟王爷的感情都是真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算我使再多的阴谋诡计也无济于事，对不对？你居然这么想？是，我就是这么想。因为你做的事情，不得不让我这么想。以后我们两个就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本宫倒要看看，我们两个谁笑到最后。你猜的没错，大家现在已经撕破脸了，就各自防备着。你找机会提醒王爷，让他提防李卫，我怕他会出事。这不如我们两个结拜成为姐妹，你看好吗？你呢，做事比我周到，以后呢，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你就提醒我；我呢，有什么好事情就想着你，好不好？熹妃娘娘吉祥。姑姑。姑姑，你还在这儿啊？是，奴婢一直在这里。这里多好啊，和你们说说话，聊聊天儿，一天就过去了。娘娘，那是您这么想，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想出去呢。他们哪知道外面的残酷？友谊经不住考验，亲情一眼望不到边，爱充满着不信任。所以人活着总是痛苦的，总觉得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好，于是就拼命地想追求不一样的东西。可一旦追求到了，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知足常乐。娘娘觉得友谊经不住考验，那奴婢就斗胆问一句：娘娘，您觉得您对朋友好吗？很好，很好。那他对娘娘呢？不过尔尔。娘娘有没有想过，您觉得不过尔尔，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好很好了。每个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他所懂得的分寸也不一样。你不能用您的方式来衡量取舍，其实这对您和对他都是不公平的。有道理。其他关于亲情和爱情也都是一样的。您问问您的心，您觉得您愿意放弃吗？如果您不肯，那何不换一种心态来挽回一切呢？听君一番话，胜读10年书。今天晚上我没有白来。姑姑，你待在这个地方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感受？这是奴婢在宫里这么多年得到的结论，也是奴婢活下去的勇气。娘娘，其实娘娘比奴婢幸运多了，至少还有那么多人爱你、恨你、背叛你。
而奴婢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呀是高丽刚刚进贡的人参糕，不但尝着美味，而且强身健体啊！我昨儿个刚拿来的时候啊，都没舍得吃，今天特地拿来跟各位大人一起分享。吃着好的话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再给大家拿啊！李大人，那就先多谢李大人，总有这么多好事想着我们，多谢。李大人呐，是最懂得舍得的人。是，舍得，有舍才有得啊！哎，李大人说是吧？做不到的。张大人，您真会说笑。我李卫再懂得舍得，还不都在您张大人的眼皮子底下？您说是吧？我这眼皮子底下是从来不揉沙子的。不过嘛，有这么好吃的人参糕，那也就算了。哟，这李大人又在发吃的了。哟，不过从来没我的份儿，真是叫人垂涎欲滴呀！啊，王爷吉祥。王爷，您身子大好了？还没有完全好。本来想进宫处理一些杂事，我这闻着香味儿就过来了。王爷，您是贵人，像这种俗物本不该进献。如果王爷喜欢，那是我李卫的荣幸。李大人，你太客气了。尝尝。王爷，来人啊，快传太医！李卫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，李卫！哟，这不是果亲王福晋吗？您吉祥，您吉祥。吉祥你个头啊！你看，你把我们家王爷都弄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还要不要我们活了？这是王爷他自己要吃人参糕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。你也不知道，你说的倒轻巧，所有人吃了都没事儿，偏偏我们家王爷吃了有事儿。我看，你分明是在人参糕里下了毒。福晋，您真是冤枉我了！那么多官员的眼睛都看着呢，你喊什么冤枉？我不管了，我们家王爷就交给你了。在他病好之前，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负责。福晋，你要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你就好好照顾王爷，让王爷健健康康的回来。要不然，你就是蓄意谋害，罪责难逃。我就是闹到皇上那儿，也要你跟着陪葬。福晋，哎，得，抬进去吧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果亲王的福晋啊，还真是聪明。您说他这么一闹吧，李卫不仅不敢对王爷下手，而且还得好好伺候着，出了任何岔子，他都得负责。我们在选秀的时候，我就看得出来，这个佳佳她不是一般的人。她能跟王爷在一起，也是上天注定的缘分。我很放心。皇上他怎么样了？每天都在咸丰宫窝着，好像故意做给谁看似的。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，把这个心结打开。我怕时间长了，这个心结就打不开了。娘娘不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回娘娘话，冷宫里受伤的那个云嫔娘娘自尽了。人死了吗？好不容易救下来，可还在闹，劝不住。别这样，我去死！别这样，让我去死！娘娘，放开我！云嫔娘娘，你这有事何必呢？
好死不如赖活着呀。可是我的脸都被毁成这样了，你让我怎么活下去？我怎么活下去？人活在世上，不是靠容貌来取悦别人的，还有很多来自于自己的本身。你想想，你还有好多没完成的事儿，还有很多想见的人啊。想见的人，我要问问他。没有人会相信我。讲给我听听好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云嫔娘娘啊。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，你会相信吗？你不是。很多年以前，有一个大官和一个青楼女子相爱了，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。可大官的妻子势力实在太厉害了，他不许他们来往，也不许大官去看女儿。时间久了，双方就失去了联系。直到有一天，海棠、牡丹，这就是你们阿玛。阿玛，我们母女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有个阿玛，这忽然出现了，也太神奇了吧！牡丹，子女不言父母之过，听娘说话。你这次来是想带他们走？你们两个想飞上枝头做凤凰吗？不稀罕。你们两个人的样貌和才情，实在是难分高下。都是我的女儿，我也不想偏着谁。那我们抽签吧，谁的签长，谁就是这个命。谁先来？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啊！我抽到了，我抽到了，我的是长的，我的是长的。姐姐，恭喜你了。你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？朝廷就要选秀了，我夫人不忍心把女儿送进宫中，可家里有名额，不得不去，这才想起了他们两个，也算尽点父亲的责任吧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本以为你良心发现，要带他们回去认祖归宗，没想到你狼心狗肺，居然让女儿去跳火坑。我是不会让你带女儿走的。什么叫火坑？那是皇宫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伴君如伴虎，一不留神连命都没有了。你干嘛不让家里的女儿去，却要来带走我的女儿？这件事我是不会答应的。那可由不得你。我们走。海棠，虽然我是青楼女子，但这些年来对你也算有情有义。他们还这么小，你怎么能忍得下心呢？我情愿他们留在青楼，也不要让他们去皇宫。我只想让他们平平安安的，算我求你了。娘，别求他。我不说，我不说了，由他们自己决定，愿意跟来的就跟来，不愿意，那也是命。海棠，娘，我想赌一赌。我不相信，我海棠这辈子就在这四四方方的院子里度过。娘，您对我的养育之恩，女儿来世再报。海棠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进了宫，我留在春风楼里，
做了青楼女子。后来，娘去世了，我也成了花魁。我常常想，什么时候姐姐能让我进宫跟她一起享福？直到那天，她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，她让我进宫来救她。于是，我便进了宫，就只能在冷宫里做了替死鬼。你真的不是云嫔娘娘？乔，你也不相信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知道没有人会相信。我只是想问问姐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到底有没有在乎过我这个妹妹？本宫相信你。你相信？我相信你。你的眼神没有云嫔娘娘那种犀利和复杂，你的眼睛很柔，柔得像一汪水一样，好像周围的一切你都不在乎，你只在乎那一点点感觉。那你愿意帮助我吗？